所有孤兒一樣，呢班小朋友中意食，中意玩，同樣有天真爛漫嘅笑容。唔同嘅係，佢哋一出世就染有愛滋病，似乎佢哋嘅路一開始就注定比其他孤兒更加難行。喺金邊市彩虹橋院舍呢度，每日上晝同下晝6點，佢哋都有一個指定動作。院方提供治療愛滋病嘅藥物，令呢度嘅小朋友可以得到延續生命嘅機會。雖然佢哋每次都可以等到由政府免費提供嘅基本藥物，但呢啲藥物可以令佢哋支持幾耐，仲未有人知道。呢間院舍現時收留咗87名病童。當初院舍只係為愛滋病孤兒提供善終服務，如今呢度已經演變成一個培育佢哋成長嘅地方。Wendy 今年13歲，係彩虹橋入邊年紀最大嘅一個。佢而家喺附近一間正規學校裏邊讀6年班。除咗校長之外，學校裏邊冇人知道佢染有愛滋病。升讀中學係佢而家最熱切嘅期待。生命、返學、夢想，係 Wendy， 亦都係呢班愛滋病小朋友一直以嚟嘅等待。藥物可以延續佢哋嘅生命，但係又延唔延續到佢哋嘅夢想呢？Sonny 今年10歲，天生聾啞。佢自細就冇爸爸媽媽，一直由養父母照顧。自從發現咗佢有愛滋病，養父母就將佢送嚟呢一度，從此就再冇見面啦。而家佢已經喺度住咗2年，不過由於溝通嘅障礙，佢好少同其他小朋友相處，經常自己一個人玩。就連唔開心嘅時候，都冇人可以分憂。Sonny 一直都生活喺無聲嘅世界入邊，佢等待緊其他人嘅理解，但係佢而家仲未有咁嘅機會。呢一日，佢又俾其他小朋友蝦，一個人喺後巷度喊。其實唔單止 Sonny 一個，所有患愛滋病嘅小朋友都需要人嘅理解。喺柬埔寨，愛滋病仲未被廣泛接受，大部分人對愛滋病患者仍然存有偏見，令到有病嘅人都唔肯公開自己嘅秘密。佢哋只能默默等待社會嘅接納。彩虹橋嘅情況其實只係柬埔寨全國裏邊冰山一角。呢個國家由90年代開始，愛滋病問題越嚟越嚴重。愛滋病患者佔全國總人口比例係亞洲最高，其中唔少都係由父母遺傳染病。呢一日，彩虹橋嚟咗一位訪客，佢叫 Slay，患有嚴重嘅皮膚病。佢之前一直同哥哥住喺廟宇裏邊，直至前個星期，哥哥帶佢去醫院檢查，醫生懷疑佢有愛滋病，於是就轉介咗佢嚟呢一度。每一個小朋友喺入嚟彩虹橋之前都要接受 HIV 測試，如果證實咗有愛滋病，
就可以留低。Experience that show like this, that mean positive. Positive. Yeah, positive. 原來 Slay 珍嘅媽媽本身患有愛滋病，傳染咗俾丈夫，亦傳染咗俾個女。Slay 珍嘅爸爸媽媽都過晒身啦，而家佢又要離開哥哥，一個人喺彩虹橋生活。喺柬埔寨，仲有好多好似 Wendy、Solid、Slay 珍嘅小朋友，佢哋除咗等待藥物嘅救治，仲等緊一個更美好嘅將來。佢哋仲可以行幾遠，經歷幾多難關，又有幾多人肯願意陪佢哋一齊行呢？